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柯德伟。现在关心今日有什么款的大代志？蔡英文新任新北竞选总统苏贞昌去徛台，韩国瑜则是登去高雄补选立委。家人市会通过自治条例，若是讲违建无家己听，是由市府来听，就会收钱。伫公园坑的车顶仔连筋骨落落来受伤，男子提出国赔，向法院驳回。新闻一开始，先看到总统蔡英文早起参加台中府教政治平议落成，下晡又搁登来参加新北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那因为过劳破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出来替蔡英文总统徛台，伊嘛批评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支持者发动选气氛加加上观点，总统蔡英文新北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府院党全拢到，并认真甲选民支持。而前因为过度疲劳引起面部神经失调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受伤后，也头一摆复出，伊讲虽然身体有淡薄无爽快，也是爱拼留名复选。我敢若一个唔甘愿啦，我拼一世人，对无党拼到有党。对有党拼到大家会当选总统，今仔日看到国民党提名，搁红搁土，若互伊搁来转来，无差点拼一世代。虽然表情也是有一寡无自然，苏贞昌讲看到国民党的无分区名单这么红，也是爱出来拼国会赢行爱过半。随后到场的总统蔡英文也甲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以及苏贞昌同台，强打连赢执政的政绩牌，强调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应该提出具体会当做的政策。新北市是全国第一大的直辖市，新北市一定要赢，新北赢。台湾就赢，大家说好不好？这场选举，我们不只是总统要赢，我们的立委的席次也要赢。蔡总统除了感谢行政院长苏贞昌小婷，也表示爱拼国会过半。早起到台中以总统身份参加府教政治病院的落成剪彩，是强调政府资源应该甲民间结合，才会当让医疗体系更加完整。一直北中重选前，蔡总统唔若要抢总告票，更加用行动表达争取连任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这边，韩国瑜今日早起高雄为早起到暗时轮流辅选8个党内提名立委参选人。面对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讲，伊甲因某牵涉黑沙石趁钱，韩国瑜是对方澄清，无拜读8亿都要提告。离开高雄40几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返来高雄头一站就选伫偏乡阿莲区。礼拜几天走遍全高雄，替党内8名立委参选人徛台。经过这段全台倾听之路，韩国瑜讲从来无听人民讲生活好过，尤其是农渔民。未来若是当选，会帮助全台至少3成农产品外销海外。被问到最近一直互指控牵涉沙石案来趁钱，韩国瑜讲爱对方赶紧来澄清。这个是云林县20-30年前的事情。我希望黄国昌立法委员赶快劝他的学姐蔡英文总统出来跟我辩论。如果黄国昌要辩论这个杀死案的话，我们有发言人系统讲得非常的清楚。韩国瑜无排除提出告诉捍卫名声，更加爱选民爱看清楚，多一个政党是专门来抹黑别人来选举的。哪一个政党用肮脏的手段选举，用选票唾弃他？因为越肮脏，将来越贪污。韩国瑜强调，2020年总统甲立委大选这是件是关键。透早伊到阿联府选时也提醒支持者莫相信民意调查，敢若也显示伊感受到民意调查有关无好的状况。不过韩国瑜强调，家己真有信心。离辉煌高雄的伊也对偏乡一路辅选返来市区，发挥家母带囝囝精神。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哪里个第三势力，国民党早起到台中，甲民众博感情。讲到第三势力，伊表示应该脱离通道问题，但还都爱定规矩。那宋楚瑜伊人嘛伫台中，表示要做第三势力侵害无反。洪海聪本人郭台铭，则是伫新北替郭家军上选票。随着音乐动起来，台北市长郭文德以主席的身份
一透早来到台中大溪甲民众博感情，也替主地兵加油，并国会第三世代会当掌握一席之地。国民党讲到第三世代，坦白讲要出头真难，应该跳离统独的议题。所谓的第三势力啊，在这个小蓝小绿的这样打转的话，很显然在整个历史上，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不会成功。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开始高举国家治理这个口号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三人合体徛台，外界看作是第三世代大团结。也毋过郭台铭甲郭文哲对真侪议题意见也是无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早起来到台中时，讲到第三世代整合敢是有困难，宋楚瑜无承认。柯市长、郭董事长，我们大家都一起合作，大家一起共同来好好合作，那就是台湾放下蓝绿对决，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加油。前一天才提出国会两大两细，这是上好的生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下昼继续伫土城为主地兵李正英有关声势，讲我家己的两大两细讲法，甲郭文哲的看法无同，也毋过强调跳出哪力也是上重要的。他有他的属相的选民，我有我属相的选民，我比较偏向于说，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要对绿的要有所制衡，必须要3党不过半，或者2大2小4党不过半。郭台铭强调，伊无要选总统，挺亲民党，搁挺民众党，除了希望发挥家母的效应，也用行动挺第三世代。3党想要杀立法院的新局，也毋过却也有各自的考量加略算，都爱看选民如何选择咯。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为着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盘搅，影响选举，警方是为6月份开始去超过3届交警。安那风声讲，争取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因为香港反送中等事件气势是较悬，和韩国瑜两个分数是一直降低，警方是无做正面回应。霹雳特警利用楼梯被真细利闯入教场，总算顺利破获网络枪标站。随着2020总统大选竞争白热化，警政署自6月开始，每2个月就发动一波选举地下教场的骚动。警政署统领全国警察单位为签注管道进入来源等5大重点下手，3波的骚动就查获1700多件拔胶案。总共查获1700余件，查获赌资高达新台币4795万。对风声讲，总统蔡英文因为香港反送中等事件气势强，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搅拌扭分，为50万票一路下修到10万票。对此，警方无做正面回应。其中呢，有8件是跟选举有关，那么相关的案件都由各县市单位警察局在积极侦办中。因为搅拌扭分出现不合理的情形，敢是有中国资金介入，警方将进行了解，而且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搅拌程序中对缴方式敢是有条故意影响选举，成搅客邮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情况。他有意识的去影响，例如说他在什么时间点他去投入某些金钱，让整个赌盘翻盘。导致整个风向的转向这是直接影响。中国因素可能是它有一些作为，例如说间谍案，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放射效果。刑事局强调，随着大选瓦紧，将会继续发动地下搅场的查缉动作。除了清查签缴的人甲盘口的关系，无共案件也会做交叉清查，以查出区域大盘，还是搁较高层的盘商，也会亲自清查源头，而且敢有中国等境外资金的介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基隆市议会顶礼拜五通过自治条例，只要是101年4月7日了后，无照家己去的违建，要家己拆除，或者是强拆，都要收费。市府是参考护工管制收费计算，甲其他因素来算费用。规排透天厝有关有价，也有未少的厝主无处伫建筑，就直接伫顶楼加起铁皮，互厝的空间加一点嘛。之前基隆市政府提出环境改造司法，包括违定景观管理区协种法、拆违建收费、管理违法打广告物、清理废弃车辆等4个自治条例。市议会伫顶礼拜5 29号通过，未来市府前往拆违建将爱收费。基隆本来就是山丘地嘛，所以说盖房子都是小小的。不然就长长的。那大家唯一的方法就是往上盖。你盖违章嘛，
是私人的方便，但是危害到公共的安全，所以说政府车你出钱这合理。市府表示，抓看的违建包括顶楼增建、一楼前后倒正并增建、抓后坪等，无经依住地条例甲暂定收费标准抓算。顶楼增建约定费用13万，一楼增建抓后坪42000块，一楼增建厨房14000。也毋过，确实拆除的费用由原需要以现场的面积、材质等因素来做计算。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收费的话，大家还是会干。我相信主要是遏制的，不是目的不是要罚跟收费。我相信那个新的就会一定就会少。市府强调，依据条例规定，适用对象是104年4月初2，无照新建、增建、改建还是修建者，一旦经过查报，认定应该强拆的违建，需要自行拆除，还是由市政府强拆，也毋过收费。市府会参考附近县市的收费单价，再来做调整。预计上紧明年的旧年前后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需要大家做伙关心美国台湾邮政工会，因早起为交通部游行到行政院递交陈情书，希望正视到政府重视共工无共薪水问题。工会表示，虽然讲交通部有协助调整，按过这差距也是真大。大声喊台牛平顶袂当孤单，邮政产业工会号召500人上街进前，队伍伫交通部前集合，用行的抗议方式经过监察院，最后来到行政院递交陈情书。工会表示，92年中华邮政公司化了后，新进的人员来减少了职务加级、外勤斗地顶贴也较少，薪旧制、休假天数也无共，规年的薪水会当差到7万外。我们一样坐在窗口，可是有的人可以领到所谓的职务加级，而我们这些新进的同仁，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92年之前的外勤也是邮差，他们是6000多块，我们是3000多块，而且我们请特休假会被扣，他们是不会的。虽然交通部今年宣布替邮政公司换工调薪，旧制调1%，新制调3%，也毋过受限国营事业用人费率袂当超过3年平均值，所以调薪后落差也是真大。事实上，今年初未少公共银行工会也提出反对这种以成本来控制人力的限制，认为将使走向加薪，使员工过劳。政府就打算用这种同工不同酬的方式，甚至是未来可能台铁有可能公司化或民营化。他一直持续的用这种低薪的这种约雇人员的方式，然后来取代我们这些所谓以前的正职公务员。国营事业的那个用人费，当然也要跟着劳动市场还有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包括交通部、经济部以及财政部旗下国营事业单位，其实近年来拢受到用人费率的冲击。以台湾分酒公司为例，因为产品计销无调整，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之下，营收面临挑战，用人也受到限制。公共银行也面临请不起高阶专业主管的问题。学者呼吁当年制定用人费率规范是片面国营事业作为，也不过也是应该随着时代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今年5月份通过打击假新闻法，相关政府官员会当命令社群网站伫假消息文章边啊藏经济，甚至是要求下落价引发争议。并且三十表示已经是配合要求，嘛希望新加坡政府保证袂影响言论自由。新加坡独立网络媒体国家事务评论进行伫脸书粉丝专页发布一个文章，内底讲到一个公司甲发选举八段的人互连起来，并且批评明年即要举行的选举乌想操作。新加坡政府先是命令媒体主编陈志雄修改这个文章，也毋过互澳洲这位陈志雄拒绝，有时转嚟要求脸书来修正这篇文章。脸书30号对用户发出更正通知，不过只是伫争议的文章下面标注写着脸书在法律上被要求甲你通知。新加坡政府认为这个文章含有假信息，无变动原来文章。这个警语只有新加坡用户看会到。而脸书发言人是发出电子邮件声明讲，反假新闻法实施才无久，希望新加坡政府保证袂影响言论自由。以严刑动法出名的新加坡，今年5月通过防止网络假信息加网络操纵法，互政府官员有权利命令社群网站伫当局认定虚假文章边啊藏警语，甚至已读相关内容。
违法的企业甲个人会面临100万新票、罚款甲10年的刑期。反对运动人士批评这项法律打压异己，伫明年7月举行的国会改选背景下，确保执政党优势。不过当局讲，这是为了阻止假消息的流传，避免社会分裂，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这项新的法律10月实施了后，头一个依法被纠正的是反对派政治人物普伊尔，伊应政府要求，伫一节质疑政府投资公司独立性的联署文章，加注经证启事甲政府的声明，强调平衡论点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到香港，香港今日有3场游行，其中囡仔排催泪弹游行，民众是要求港府公布催泪弹身份。安那中道，这是感谢美国保护香港游行。不过第3案，阁有真侪民众伫地铁、太子站甲旺角，香港警察又阁发射3摆催泪弹。穿着乌衫，袂少香港市民手提着黄色的鸡龟行上街路。1号早起，这场在港岛发起的游行，要呼吁香港警察公开催泪弹的成分，并且停止使用。已經半年啦，發放咗1萬個催淚彈，我哋見到社會從來都冇平靜過。所以我哋希望政府用佢哋嘅智慧，用佢哋嘅智力諗一諗點樣去處理依家香港依家嘅狀況。不論年青老嘅都有好多疾病，都唔知係咩。佢又唔公佈咩成分，係好影響我哋嘅身體咯。昨日喺中道頂場的感謝美國保護香港大遊行，吸引上千位的香港市民參加，外插北京反對，有民眾拿着美國國旗，對這大會園遊行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遮，感謝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Because the U.S. and China have many trade issues, and the U.S. can put a very big pressure to China to give Hong Kong democracy. 1號規工，香港總共有3場的遊行來進行，攏得到警方發出無反對通知書。不過前一暗30號，市民閣再來集合。午夜時陣，警方閣再佇個旺角發射3擺催淚彈來驅散，而頂一擺發射已經過了10天。對此，警務處處長鄧炳強1號上節目時講，感覺有一寡感傷，也閣講警方實在是無法度一個來使用催淚彈。另外，下晡第3場無忘初心大遊行，真濟穿着烏衫的人，在下晡2、3點了後，開始來到尖沙咀，拍算要遊行到紅磡體育館。雖然這是經過協助的遊行，也不過真濟防暴警察進駐，有遊行民眾是真不滿，大罵警方，而警察卻是一度向這組織的人來噴胡椒噴霧。也不過無偌久了後，現場團是清聲，警方閣再發射催淚彈甲胡椒球彈，警方甲民眾對立閣再激烈。記者綜合報道。等來國內，咱有袂少公園攏有放車的囡仔，互民眾練筋骨。毋過佇家己一個76歲男子，伊是倒佇的囡仔，算是栽落來受傷。家屬認為這放佇公園傷過危險，提出國賠。按照保理治療師嘛建議，若是要使用，盡量是有骹骨就好，慢慢雙骹攏無徛佇塗骹。公園內有袂少民眾會倒佇練胎練筋骨，家己卻有一名76歲查甫人，因為練胎傷骨，倒去的時陣頭重骹輕，摔着塗骹，致使2節頷頸骨支氣開刀。家屬認為市府無應該佇公園設置這樣危險的器具，受傷的人也提出國賠，卻被認定練胎毋是體檢設施而駁回。你講使用不當啊，這毋是要你運動，是你家己爬去摔去的，伊這是裝飾品。我們這上面叫做裝飾品。我們希望說，就責定家屬他能夠前往的區公所，還有那個時間，我們市府這邊會來全力配合，來協助爭取最大的一個慰問。家己市府回應會提出上大的誠意，互雙方調民事賠償方面來協調。物理治療師也提醒，使用公園內的練胎，除了雙腳徛穩塗骹，生產的時陣也愛慢慢的倒起來，也是徛起來，就無爽快就愛隨停止。腰椎過度去伸展，可能造成韌帶的拉傷啊，或者是裡面腰椎的血管的破裂，甚至脊椎滑脫，然後造成一些，比如說下半身癱瘓。為了降低運動傷害，物理治療師建議使用練胎，也是以壓卡等方式來操作就用力。真正要倒起來，愛會記你身邊愛有人陪同，片片受傷，也是出意外時陣無人協助。記者綜合報道。老大人除了定去公園運動，嘛定有青光眼的問題。台灣逐年都2、3千個青光眼患者愛動手術。
暗个为10分开始，手术中常用的药啊，撕裂霉素 C 算是大欠费。爱当手术的，敢用旧的药啊，手术成功率都加升5成。手术表示已经研究责任进口，嘛其中一间药厂是为南韩进口。3C 产品真流行，现代人的目睭问题是越来越多。当然过去定发生在老大人的青光眼，冇少年化趋势。北京全台湾差不多300万的青光眼的患者，但年差不多2000到3000人需要进行青光眼的手术。按个为10月份开始，手术中常常用到抗空喙合起来药啊，撕裂霉素 C 算是大欠费。在这段欠费期间，手术间后直接是用旧的药啊，会让手术成功率增5成。在目前来讲，这样做也许手术的成功机会会比较少，可能要搭配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要在手术后可能要搭配不断的这个注射这个5FA 药物，或者是还要配合的雷射的使用啊，或者是也可以跟他讲，也许可能1次手术不行，可能要做2次到3次也不一定。医生表示，青光眼常常看到小牛切除手术，主要是使用撕裂霉素 C 抗空喙合起来。因为要改善青光眼患者的感觉，就要将光膜化开，就是目睭青甲结膜交界所在，来引流目睭内底的液体，并配合撕裂霉素 C， 避免空喙真假合起来。过去医界阁无发现撕裂霉素 C 进前，拢是用另外一种抗癌的药啊，5FU， 不过效果是较无好。已经有跟健保提出价格申请了，但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已经核给那个药商专案进口的量，但是有需求的人要去跟他订货，他才会去下单呐。小苏表示，10月份药厂等通报撕裂霉素 C 的欠缺，11月份因为药的品质有问题，全面回收，一直到2021年才能恢复供应。10月24已经公开订购专案进口，不仅协准一间药厂为南韩进口药啊。只要厂商完成申请健保绩效，就当正常供货。记者综合报道。行在路中，你会安怎行呢？有不少人惯势行向正边，不过台北医药大学将研究发现，甲车驶方向颠倒摆，因为咱看到车过来，颠倒是较安全。伫菜市场路口，车甲人来来去去，行路要向倒一边会较安全。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想法。因为我们靠右边比较正式的走了，靠左边是说，除非你走那一边，旁边没有路啊，还什么才这样靠左走。电动摩托车，因为它没有声音，那个你听不到那个声音，所以你有时候很危险，你靠左比较安全。根据台北医药大学上海风地研究所的研究统计，2011年到2016年，全台有一班4000外的过路人行在路中，被汽车或者是机车弄到，其中差不多1万人是顺着车行的方向，也就是往正边行。事故中的7%，也就是讲发生事故案例，大部分是往正边行。百代指出，部分欧洲国家甚至规定，在单行道过路人都要反向行，让驾驶甲过路人会能保持目睭拢能看到对方。过路人反车行的方向行，安全度较是较悬。因为靠边走到靠左边走、靠右边走都可以，但是靠边走的情况下，如果面对来车走的话，它是比较能够知道来车的状况是如何。交通部回应，咱国法规并无评定往正边行。按照大安会这几年研究道路事故，嘛拢伫推测过路人往倒边行的观念。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宣导过路人往倒边行，即马嘛搁加强宣导，除了行反向，要对路况专心，莫偷咧使用手机。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入冬以来第一波大流冷气团是今仔日暗时落南，中部以北气温愈换会愈寒。低温会到17、18度，拜日温度会更较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低温会加剩12、13度。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是17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4度到23度。华东地区是13度到21度。
新闻最后，带大家来去看德国耶诞奇迹的开播。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